后来继续就来看这个香港的疫情，佫量上来咯，连续几啊天拢确诊的病例，总增加14例，其中有9例是本土病例，有5例感染源不明。因为这波的感染有安养院甲学校，目前已经有10间的中小学来停课。香港的卫生单位讲，因应这波第3波的疫情，是毋是需要全香港来停课，就要看刷落来，是毋是有过来出现着不明的个案。 香港又搁出现疫情，昨一天新增加14件确诊，其中9件是本土病例。确诊患者包括计程车司机、地餐厅服务生、科技公司的员工，而且伊最近搁去过香港的迪士尼，还有一个85岁住伫安养院的老太太嘛确诊。后来又搁2个老大人去围着，即马家属想要去甲看，敢会使隔一个玻璃门。唔俾我入去，佢又唔出得嚟，話發生咗事喎。 我又唔入得，佢又唔出得嚟，就喺隔玻璃咁洗下手啊，就算數。這是香港頭一擺發生安養院確診，互人煩惱的是，安養院的員工驚煞路線，可能變成病毒傳播路線。出現確診個案嘅護老院，有兼職員工會到同一集團，相距大約20米嘅另一間院舍，兩邊走做嘢。 而且香港至少有4間學校分別有學生確診。香港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表示講，香港已經進入第3波疫情，萬一黃大仙加沙田地區無顧好，全香港都會失守。都係比較細啦，你淨係話黃大仙失守或者沙田失守咧，就可能都大家都會周圍走噶嘛。咁所以其實你可能講香港失守就差唔多。 到昨為止，已經有10間中小學停課。香港衛生單位認為講，若是圍着方式不明確診病例佫升懸，也是講有佫較儕學生受到影響。當局不排除佫實施今年3月時實施防疫措施，包括全香港大停課。